王庭上下都安排成他的人，他究竟是何居心呢？难道他是想篡位吗？傅汉，我不敢这么说，我只是对他的人事任免觉得奇怪。哼，那就把他抓来审一审，在我身边安排这么多人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傅汉，千万不可！无论是吴提的死，或是丞相的野心，我们现在完全没有任何的证据。如果轻举妄动，反而会打草惊蛇。现在王庭上下几乎都被他控制住了。如果他下定决心要与我们来个鱼死网破，那可就麻烦了。那依你之见，该当如何？静观其变。傅汉，我们可以慢慢削弱他的势力，当整个局面已经完全可以控制住的时候，再来追究吴提的死，都还不迟。好吧，那我就按兵不动。爷叔，欢迎你加入我们的阵营。这下我完了。玩什么玩？好日子才刚刚开始。看来，这吴提一死，就是多伦的天下了。以后我的日子难过了。爷叔，你记住，只要你一心一意地为丞相办事，多伦不敢把你怎么样。在丞相面前，多伦不过是只兔子。不，他是一只老虎，而且是有勇有谋、能屈能伸的老虎。那又如何？今天老可汗都将兵权交到他手上，但是当着丞相你的面，他不也是没敢接吗？我绝对不会让兵权落入他的手里。他也看出了这一点，干脆做了一个顺水人情，又将兵权还了回去。那看来这多伦也对丞相你是相当害怕呀。他不是害怕，他这是忍让。这只能说明他有更大的图谋。我真没有想到，看来他真的是长大了。我以后绝不能再低估他了。既然这样，我们何不一不做二不休，干脆闹个底儿朝天？等等，你想谋反？是又如何？这可是要上头的。现在王庭上下都是我们的人，只有我们杀人家的头，谁敢杀我们的？丞相，我们还等什么？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啊！要想做大事，必须先把多伦彻底消灭。丞相，多伦手底下只能掌控自己的卫队，我们为什么要怕他？但是军队里面还有他的旧部，只要他在，我们还是不能动手。要不，我们派出一队兵马，先将多伦干掉。他身边不过就10几个人，丞相你的卫队出马，那简直是绰绰有余啊！只怕丞相的卫队不是多伦的对手啊。为什么？盛乐失守之后，多伦被罢免，他表面降服，暗中却招纳死士。一旦打起来，可能都不是对手。你是说，他招纳了死士？是。多伦担心你们在盛乐失败，将魏国军队招至家门口来，于是吩咐我招纳人手，暗中训练，将来也有一支生力军。招纳了多少人？经过我的手，就招纳了30多人。还有没有招纳死士的证据？有。那好，好，那你交给我。是。野叔，你又立了大功，将来事成之后，斯里发的位置就是你的。多谢丞相。来来来，喝来。干。丞相。
哎，我的贺红，你在这方面实在没天分呢。谁说我没天分的？你又不懂，我看我绣的挺好的。怎么突然间又喜欢搞这个？因为多伦喜欢。又是多伦，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怎么一句都没听进去？爹，你对多伦有偏见。我有什么偏见？你总觉得多伦处处针对你，可事实呢？今天在无题的葬礼之上，我看他是处处维护你啊。哼，你以为他是真心的呀？怎么不是真心的呀？今天大汗说要把兵权交给他，他居然首先征求你的意见。你说出征的事情要暂缓，他也同意了。你还要他怎么样啊，爹？这可是多伦的一片善意呀。这不是善意，这正是他的厉害之处。哎，爹，你不要总把人想得那么坏好吗？多伦他不是坏人，你如果能跟他重修旧好的话，岂不是皆大欢喜吗？我的乖女儿，有些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。就像开弓的箭，已经不能回头了。那就算不能回到从前，那就像现在这样，相安无事，多好呀！这种局面不会持续太久的。爹，站住！干什么的？我要见你们丞相，快去通报。见丞相？哼！来人呐！这里有一个魏国探子。大人，我们抓住一个魏国探子。哼！一帮废物！我若是魏国的探子，怎么会穿着魏国的服装，主动送上门来？那你是什么人？我是什么人，与你没关系。赶快通报你们的丞相，就说是魏国一个老朋友，不远千里前来相见。你以为我们丞相是你想见就能见得到的吗？哼！你们丞相如果知道是我来了，会非常想见我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可以告诉你我叫什么名字，但我怕会给你惹来杀身之祸。那你凭什么说我们丞相想要见你呢？因为我给他送过重要的军机。有何凭证？有一块兰花的汗巾，拿出来。丢了。那你说这些有个屁用啊！信不信我杀了你？杀了我，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。你若带我见到你们的丞相，可是天大的功劳。禀报丞相。是。亚娜，丞相，你带人去野叔说的那个地方看看。如果多伦还在训练死士，你就派人秘密监视。是。你去吧。丞相，卫兵们在门口抓住一个魏国探子，那探子说有重要情报要面见你。什么重要情报？他不说，但他提到一块兰花汗巾。快请他进来。是，丞相。终于来了。丞相，你说的是谁？我等待的那颗棋子。他是什么人？
你很快就知道了。你先下去吧。哦，是。你下去吧。如果我没看错的话，你就是清河王拓跋绍。如果我没有猜错，你就是丞相金蚕子。我们之前通过书信，算是已经见过面了。当时我们还以兰花汗巾作为证物，带来了吗？有更重要的政务，还需要什么兰花汗巾吗？你要记得，你一定要活下去，娘也才能活下去呀！殿下，殿下，快走，我们顶不住了！你快走吧，你快走，别想我了，快走，拿着，快走！殿下，马上！少儿，丞相，丞相。娘娘昔日的绣品，怎么会在你手里？我只知道这是我娘送给我的宝贝。你娘？我娘还教了我一首诗：紫粉笔，含尖火焰，红颜只染小莲花。芳情相思知多少？寸残绿桑，浣溪沙。你的确是清河王拓跋绍，你的确是当年的残公子。我等了你很多年了，这一刻我们终于见面了。10多年前，我听说魏国发生变故，心痛万分。后来有一个重伤的魏国侍卫来到可汗王庭，但他只说出你还活着，之后就重伤不治。我以为你跟着回来找我，于是做好了一切准备，但是没想到，却等了10多年。当时我从刑场逃出来，最先想到的就是来找你，可我不知道你在柔然是什么情况。我曾派侍卫前来打探，但侍卫一去不返。再加上魏国风声太紧，没办法，我决定就地潜伏。这一潜伏就是10多年。你是怎么逃脱的？我被推出宫外斩首，负责斩首我的侍卫中，有一个是我的旧部。正是因为他，将我要被斩首的消息传给了王府的侍卫们。我的亲兵侍卫连夜赶到了平城，大闹刑场，这才把我救出。可我听说，清河王拓跋绍在几年前在五凤谷自杀了。死的人名叫罗昭，只是我的侍卫。当时你在哪里？我就在他身边。当时我的身份是他的仆人，小三子。小三子？没错。我俩逃到五凤谷之后，为了安全，就互掉了身份。现在看来，这招还真管用。若不然，我在劫难逃。刚才的诗，你又是从哪里获知的呢？10多年前，我跟娘亲最后一次见面，娘亲告诉我说，在世上，她最信任的一个人，就是残公子。娘亲嘱咐我，将来如果走投无路，可以向残公子求助。可要取得残公子的信任，唯有此事。
娘亲还告诉我，这首诗是当年残公子写给他的。只要我向残公子吟出整首诗，他就会知道我的身份。你的长相的确跟你娘一模一样，那你为什么不早点来找我呢？我一直在等待一个时机。不动则已，动就要拿回我失去的一切。可我一直在等你。我知道。于是我及时地向你送出了消息。这是你送出的消息吗？没错。拓跋寺驾崩的消息传出后，敕勒的商人在五凤谷采购柔然王庭所用的贡品，于是我在丝绸里加入了心一花。我知道，如果你看见它，一定会明白。是，我发现了它，我也明白你想说什么。可惜我派到五凤谷的人不听我指挥，没能完成我交办的任务。你派来的是多伦王子吧？对，正是他。我问你，在圣乐的时候，你为什么不与我会合？我本想送你一份礼物，拓跋焘的人头，只可惜你没一个女子。你说的是不是花木兰？没事，人来了就是最好的礼物啊！大汗，天大的喜事！哎，丞相，什么喜事啊？大汗，魏国前太子清河王拓跋绍已经来到我们柔然了。拓跋绍？你说的拓跋绍，是不是当年你派多伦去五凤谷寻找的辛夷花背后之人呢？对，就是他呀。当初没能与他联络上，可今天他自己找上门来了。这个拓跋绍不是已经自杀了吗？啊，那是他的替身。哦，竟然还有这样的事情！丞相，你可别中了魏国的奸计啊！大汗，你请放心，臣已经查过他的来历，的确是他本人。就算是本人又怎样啊？当初拓跋嗣心死，拓跋焘根基不稳，我们找到这个废太子，还可以扰乱拓跋焘的心神。但是现在拓跋焘的根基可不同当日，他的出现没什么作用。哎，大汗，那可不一定啊。这个拓跋绍在魏国还是颇有声望，在其属地仍然有许多子民还在怀念着他。大汗，如果我们在柔然为他另立朝廷，与拓跋焘分庭抗礼，必能引起魏国的内乱。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不战而胜了。有道理呀。大汗，我们可以对外宣称，这拓跋绍才是魏国的皇室正统，然后再争取魏国周边的部族支持。届时，拓跋焘内忧外患，他根本没心思再与我们开战，那我们统一天下就指日可待了。好，此计甚好啊！不费一兵一卒，就可以瓦解拓跋焘的政权。丞相，这事儿你全权操办。是。丞相，他还有什么要求吗？他说他只要拿回10多年前失去的一切，他什么都愿意。好，只要他配合，我就让他当这个魏国皇帝。对了，大汗，多伦殿下要求增添卫队成员的事情，臣已经办妥了。什么？多伦的卫队要扩充？我怎么不知道？这事情王庭上下全都知道了，所以他跟臣申请费用的时候，臣都批准了。丞相，不对吧？
按照我柔然祖上传下来的律例，王子的卫队由兵部统一调度，没有我的同意，王子是没有权利私自扩充卫队的呀。可能他是来不及向你禀报吧。这事儿不能掉以轻心。丞相，你把多伦叫来，我好好问问他。大汗，臣问过多伦殿下，他说是担心柔然与魏国的战争，他只想多培养一些人手，为你分忧啊。那既然如此，他为何要瞒着我呢？他可能看你正在气头上，不敢说。臣估计过2天，他就会亲自向你禀报。真是这样？大汗，如果你现在过问这件事情，多伦殿下一定以为是臣告了他的状。我们本来就有隔阂，如果为了这件事情隔阂加深，那就辜负了大汗对我们俩的器重，对柔然的未来也没有好处。大汗，臣劝你把这件事先放一放。哎呀，又要放啊！大汗，你放一放，正好可以观察多伦。如果过2天，他来向你禀报，那说明他的确是为你分忧。如果他隐瞒不报，那到时候你再问他也不迟啊。那好吧，就依你。是，大汗。皇上，魏国境内我们已经做了最彻底的搜查，没有发现拓跋绍的踪迹。10多年前你就是这样说的，结果呢？他却在五凤谷整整潜伏了15年。皇上，这次盛乐行刺失手，对拓跋绍来说，那是极大的打击。现在的他应该是一只惊弓之鸟。不，朕觉得他不会善罢甘休的。如果朕没有猜错的话，他应该去了柔然，他一定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对朕发起第2次攻击。魏国太子拓跋绍拜见大谭可汗。你的名字我很早以前就听说了，今天一见，果然是英伟不凡呐。可汗的英名我也是如雷贯耳，今日一见，大汗真是英雄盖世，威仪不凡。拓跋绍，我和你老爹还有你的兄弟可是多年的死对头了。巧了，你刚才说的2个人也正好是我的对头。魏国柔然本来是亲如兄弟的义家，但是拓跋嗣、拓跋焘却视我们如生死之敌，处处设防，步步紧逼。我们柔然人越来越活不下去，是迫不得已才愤然反抗。大汗说的有理，对于拓跋嗣与拓跋焘的残忍、狭隘，甚至狠毒，我都深有体会。我身为魏国的太子，在魏国却没有立足之地。拓跋嗣死后，本该由我继承大统，可拓跋焘罔顾我的存在，将我取而代之。今日来到柔然，我就是对他们完全失望的无奈之举啊。看来咱们是同道中人呐。不仅同道，而且同心。我可向可汗保证，只要我复位成功，我定让魏国与柔然亲如一家。既然亲如一家，那应该有个长幼之分吧？可汗助我复位，自然就是我的父母。我所说的亲如一家，可汗为君，我为臣，这长幼之分，我心中自然明白。你明白就好。丞相，我看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大汗英明，臣马上去安排相关事宜。魏国的王子殿下来到柔然，我们可千万不能委屈了。你马上着手为拓跋绍王子修建皇宫，要比照着那魏国皇宫的格局，务必要让魏国和全天下的人都看到我柔然的殷勤待客之道，更要对得起他未来魏国国君的身份。是，臣明白。
这也是将来登基的大典。谢大谭可汗。拓跋绍王子，你还不知道吧？我这里还有一位魏国公主。来人啊，请王妃出来见见魏国的客人。请问王妃的芳名可是王福陵，号称天下第一秀女。哦，你们认识？在魏国五凤谷，我曾经潜伏了15年。福陵的老家就在五凤谷。原来是故人，那就更要见见了啊！我这位王妃是非常不错呀，教会了许多柔然女子纺织和刺绣。拓跋绍王子，我希望你来到柔然，也能为柔然的富强出把力呀！哦，当然，我自当竭尽全力。大汗啊，福陵啊，嘿嘿嘿，福陵，哎，福陵啊，这是魏国的太子拓跋绍，也是清河王。小三子，小三子已经死了。难道你不是小三子？今天的我，是魏国的太子拓跋绍。拓跋绍不是罗昭吗？福陵，小三子是谁啊？王妃，这是当今魏国皇帝拓跋焘的胞兄，因为一场天大的冤案，被迫逃亡了15年。从前他化名小三子，那是情势所迫。至于你提到的罗昭，是他的侍卫，为了保护他，顶替了他的身份。那春愁呢？春愁是罗昭的手下，他们2个只是我手中的2颗棋子而已。那他们做的那些事，都是你的指使。非常的图谋，要有非常的手段。逆贼，杀了我娘，杀了云姨，杀了春愁和罗昭的，竟然都是你！福陵，你搞清楚没有？现在的我已经不是天星堂的那个杂役，我是魏国的太子拓跋绍。你在魏国只不过是一个民女，看见我你应该下跪。我现在是柔然的王妃，既然是觐见，跪下的应该是你。拓跋绍，我们既然亲如一家，我既然是你的父辈，那福陵也应该是你的长辈。我看你还是遵旨行礼吧。你到柔然来做什么？我来夺回本就属于我的皇位。你这个杀人凶手，乱臣贼子，你滚出柔然！王妃息怒，这中间可能有什么误会。大汗，如果没有其他事，我们先行告退。丞相，在皇宫建好之前，一定要把拓跋绍王子安顿好。是，大汗。你去吧。是，请。王妃刚才看到你，为什么这么激动？我和他能够结仇，也是为了我的大业。怎么回事？当年五凤谷制造和亲图，我深知，只要这和亲图绣不出来，魏国和柔然之间必然会有一场大仗。只有这样，我才能够乱中取胜。所以我决定，一定要破坏和亲图。福陵他娘是第一任和亲图的主持，为了不让和亲图制造成功，我命我的手下杀了他娘。原来如此。丞相，这福陵不是要嫁给柔然的王子吗？怎么又嫁给可汗了？当初我们与魏国开战，多伦曾经提议要把福陵送还魏国，但是可汗看上了福陵，硬把她给留下来作为王妃。这下麻烦了，我和他之间的仇怨是没有办法化解的，他一定会对我的大业横加阻挠。
这你放心，她虽然贵为王妃，可是不能参与政事，而且她在柔然孤身一人，不足担忧。为了保险起见，我们何不将她？不行，她现在是可汗宠爱的妃子，绝不可妄动。可也不能掉以轻心呐。我会派人看住她的。大汗已经同意为拓跋绍王子修建宫殿。一瞻，此事交给你负责。是，丞相。在宫殿未建好之前，先为王子搭建一所崭新的帐篷作为暂时的居所。胡律森，这事由你来办。是。傅弗罗，你就是王子的侍卫长，你千万记住，王子的安危决定着我们柔然与魏国的成败，所以千万不能掉以轻心。丞相，请放心。拓跋绍王子的起居就由你来负责。王子，以后你有什么需要，只管跟我说，或者跟他说也一样。丞相安排得如此周到，令在下感觉是宾至如归啊！别客气。达纳，你将失踪10几年的清河王拓跋绍到达柔然的消息迅速传播出去。丞相，那如果这样，魏国不就知道他在这儿了吗？我就是要让魏国的每一个子民都知道，这样对拓跋焘不满的人才会心动，尤其是在清河附近。明白了，我现在就去办。达娜。贺红小姐，我们先走了。那帮人是干什么的呀？丞相今天有个重要的客人来了。哪儿来的客人？来自魏国。魏国？我得看看去。请。爹。有客人。你来的正好，我来介绍，这位是拓跋绍。你是魏国人？正是。那你认识花木兰吗？她长什么样？漂亮吗？从未见过。贺红，别闹了，你先下去吧。是。此女子如此伶俐可爱，想必是丞相的千金。我这个女儿一心迷上了多伦，直到现在都不肯放弃。你跟她说话一定要小心。贺红小姐能与多伦王子结姻，岂不是一件很美的事？在五凤谷，你对多伦的行为做派应该颇有体会吧？算是有一些。你觉得此人如何？多伦王子英明神武，只可惜。可惜什么？丞相还记得和亲图吗？当然记得。如果不是多伦王子出手阻挠，那和亲图根本就不会面世，更不会有西海公主和亲。柔然和魏国这场大战，至少提前半年就应该打响了。幸好这和亲图半路被人劫走。不过，是谁劫走这和亲图？这和亲图，看来魏国西海公主被劫一事，是丞相早有预谋。我也不愿意看到魏国与柔然媾和。丞相，看来我们是英雄所见略同啊。你我虽然今日才得相见，但冥冥之中，我跟你早就联手了。不错，这和亲图固然技艺非凡，堪称神品。
但令我印象深刻的并非此图啊，而是这幅画。丞相请看，此画技艺一般，但气韵非凡。这绘画之人年轻气盛，而且胸襟志向非比寻常啊！这幅画是老夫年轻时的作品，叫做《万里江山百瑞图》，也是老夫最喜欢的一幅作品。我一直想将之制成绣品，但自从离开魏国之后，老夫就再没动过针线。织绣和亲图，最早也想以此为蓝本，后来为了为难拓跋焘，才故意改成了百花争艳。看来丞相年轻的时候，把这万里江山都藏在了心中。丞相，你我此次联手，可以说是各得其所，各取所需啊。我已经是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早已经无欲无求。哦，是吗？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我一心破坏和亲图，自然是为了这复位大计。在这柔然，丞相和多伦不和，这是众人皆知。倘若有一天，多伦当上了可汗，敢问丞相，你的处境是走还是留呢？果然聪明啊！丞相过奖。皇上，臣有要事要禀报。柔然人又打过来了。据可靠消息，那拓跋绍果然投奔于柔然啊！这早在朕的意料之中。皇上，他已现身可汗王庭，柔然打算为他另立皇庭，不日将僭越登基称帝。什么？此逆贼真是胆大包天！皇上，不要着急，此乃乱臣贼子，成不了什么气候。你们不是说，他既无兵卒，更无地盘，一事无成，金蚕子不会收留他吗？按常理不会，不过，万没想到，这金蚕子竟然看中了他那个废太子头衔。皇上，臣以为那逆贼在柔然上无片瓦，下无寸地，手中更无一兵一卒，虚立个名号，成不了什么大事。闭嘴！国无二君，此逆贼僭越称帝，那是天理不容的弥天大罪。朕若是一声不吭，岂不为天下人耻笑？皇上所言极是，不仅如此，这还关系到社稷的安危呀。最坏的结果是什么？拓跋绍清河王的封地，民风剽悍，百姓不仅尚武，而且忠于王府。10多年前，拓跋绍突然失踪，已经让他们心存疑惑。这拓跋绍另立伪朝的消息，一旦传回去，那么他家乡的那些喽啰，肯定会借机惑众，揭竿而起。朕早已感到有此麻烦了。如果仅仅是清河王的封地叛乱，那还不是什么大事。但朕最担忧的是，我们现在与柔然正是交战的非常时期，战局僵持不决，民心不稳，一旦有风吹草动，恐怕事成燎原。必须将其罪恶的企图迅速扑灭。如若魏国内乱，那么我们与柔然的战局那不是僵持，而是倾斜。本来就站在旁边虎视眈眈，想要分一杯羹的周骚部族，此时会不会借机滋事，也未可知啊。丞相不必多说，
朕现在就率5万大军讨伐逆贼。皇上，请三思而行啊！局势已经到了如此地步，你要朕如何三思？皇上，柔然大肆宣布拓跋绍要在可汗王庭登基，其目的就是期盼你冲冠一怒。怒乃心乱，乱则易错。本来战局僵持不下，一招错，有可能全盘输啊。但是如果隐忍不动，我们更可能全盘皆输。皇上，撇开现在的战局不说，就算调动5万大军，也没有把握能一鼓作气打到可汗王庭啊。花狐所言极是。就算咱们打到可汗王庭，但是咱们有把握抓到拓跋绍吗？一旦让拓跋绍再次逃脱，又去了吐谷浑，难道我们还要再次征讨吐谷浑吗？只有一个办法。皇上，臣请命去可汗王庭。你去干什么？穷尽全国之兵力追杀拓跋绍一人，显然不是用兵之道。而拓跋绍阴险狡诈，最善隐藏，千军万马出动，反而不易将拓跋绍诛杀。所以臣请皇上恩准，花狐率领铁血队乔装打扮，潜入柔然可汗王庭，找到拓跋绍，将之诛杀。爱卿跟朕想到一块儿去了。今日拓跋绍脱身于柔然，大军讨伐而不得，以秘密杀之，方为唯一可行之道。皇上，臣认为花狐智勇双全，铁血队个个身怀绝技，这样的任务只有他们能够完成啊！花狐，朕特许你潜入可汗王庭，见机行事，诛杀国贼拓跋绍。皇上，臣一定不负圣望，不杀拓跋绍，绝不归还。床主，集合完毕。床主，在魏国军队中，最能打仗的是咱们尉迟床。在尉迟床中，最精锐的是铁血队。经过前几仗的拼杀，铁血队牺牲很大，现在只剩下柱子、书生、铁匠等几名士兵。现在，铁血队将要执行一项特殊而又艰巨的任务，我需要从你们当中选出最优秀的士兵，补充进铁血队。花狐床主，我能进铁血队吗？谁？站出来！快！跟上！照你们这速度，柔然人已经攻占山头了，快点，快跑进来！跑得慢就会成为柔然人的箭靶，快点，跟上！你站起来，站起来，快，都跟上，快！大家注意了，麦小白到，李三木到，王家宝到，房富贵到，公孙光到，刘小龙到，出列。
大家记住，我们这次的任务一定要严格保密。是。好，大家去准备。好。柱子，跟我来，我有事要交代你。柱子，你把拓跋绍的画像给那几个新兵看看，一定要让他们记住拓跋绍的脸。是。花胡少主，你不选我，是不是嫌我个子小？你这样想？是啊，你选的都是大个子。来。呀！我的个子也很小，再好好练练，下次一定有你。啊，真的？我也是考了2次才进的铁血队。花胡少主，你放心，我一定好好练，一定不辜负你。去吧。哎，是。花胡，为什么不收下他们？他的确很勇敢，但是他的本事还不够上战场。那倒是，他距离你当年啊还差一大截儿。尉迟闯主当年将我拒之门外，不也是为了保护我吗？花胡，我觉得你越来越像尉迟闯主了。我本来就是尉迟闯主啊。行，走吧。啊，谢将军，我即将带领铁血队12名成员奔赴柔然一去，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活着回来，生还是死并不重要，重要的生要胜，死更要堂堂正正。誓死完成任务。好，出发。客官，请。我们是从吐谷浑来的商人，需要在这儿多住几天。好，没问题，住几天都行，只要把钱给够。书生，够不够？够了，够了。客官有什么需要，叫我一声就行，我就住在前面的帐篷。你们随便，随便。谢谢你。李三木，你和麦小白在门口防哨。好。花胡，这可汗王庭跟咱们魏国可大不一样，到处都是一模一样的帐篷，又不按东南西北排列，多拐2个弯咱们就迷路了。我们人生地不熟的，上哪儿去找人啊？在可汗王庭有一个人可以帮助我们。什么人？傅灵。打听的怎么样？在这里，跟我们一样品质的1尺见方的一块丝绸要卖文银3两。那我们只卖1两。贱卖啊！但是把那幅最好的牡丹图藏起来。为什么？别问了，照我说的做。好。哎，快来买，快来看啊！上好的丝绸魏国丝绸只要1两文银啦！哎，快来买啊！我来看看上好的魏国丝绸，便宜卖了，便宜卖了！快来买，快来买！上好的魏国丝绸，只要1两文银，便宜卖了！上好的魏国丝绸，只要1两文银啦！快把牡丹图拿出来吧。花胡，这个牡丹卖多少啊？100两黄金。啊，花胡，这市面上最贵的丝绸也不过文银50两，就卖100两。这个是吧？好。快来看呐！100两黄金一幅的牡丹图！快来看啊！100两黄金一幅的牡丹图！快来看啊！你这个怎么这么贵呀？能不能便宜点啊？对呀。 100两黄金啊！
是我亲眼看到的。是吗？王妃娘娘到。怎么会那么贵呀？哎呀，就是不知道，但是那是我亲眼看见的，真的。是啊，你们是信的呀？我亲眼见的。你们这是怎么了？娘娘到了，怎么还不安静下来？娘娘，可以开始了。今天在教授大家之前，我想给大家看一幅我从魏国带来的牡丹刺绣。就是牡丹啊！是牡丹啊！哎，我亲眼看见的，这个也是牡丹啊！好贵的！你们在说什么？王妃娘娘，今天市集上来了几个吐谷浑商人，贩卖魏国丝绸，其中一幅丝绣的牡丹要了100两黄金的天价。100两黄金？他们胡说，100两黄金可以买100头牛了。是的，确实很美，我都看过了。难道比王妃娘娘绣的还美？这我就不知道了。哼，王妃娘娘号称天下第一绣女，都不敢说自己的丝绣能卖100两黄金。那几个吐谷浑商人真是不知天高地厚。暮云姑娘，那些人说了，自己的牡丹是天下最华贵的，少一分都不卖。暮云，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，也许人家带来的丝绣真的价值100金呢。这样吧，你去把那幅丝绣找来给我看看，如果它真值这个价，我就买下它。啊，真的要买啊？那么贵呀？过来看一看，瞧一瞧，100两黄金的牡丹图。快来看，快来看！传世之宝，100两黄金的牡丹图，少1两都不卖。这就是韩家100两黄金的刺绣。是啊，姑娘，你要买吗？你就是老板？哈，我不是老板，这位才是我们的老板。姑娘你好，这幅牡丹是你的？是。那你拿上它跟我走一趟吧。去哪儿啊？学堂。什么学堂啊？姑娘你看，我们都是商人，你要买什么丝绸的话，我便宜卖给你。学堂就不去了吧？我实话告诉你吧，我们王妃听说你这牡丹要卖100两黄金，就想要看看。若王妃看得上，100两黄金1两都不会少；若是看不上，你就带着这副牡丹回来，保证不会少你一根汗毛。这位姑娘，我们都是外乡人，也没见过什么世面，见王妃一定有规矩，行错半步那是要杀头的。这你放心好了，我们王妃娘娘她的性情十分的和善，绝对不会为难你的。那这样的话，我就跟你走一趟吧。把牡丹图交给这位姑娘。姑娘，你拿好啊。把我看好啊！快点啊！走。娘娘，这就是那幅牡丹丝绣。这就是那幅价值100金的牡丹丝绣。配色十分富丽，刺绣也很精美，确实是有些魏国皇家刺绣的风范。不过，还缺少了一些灵气，算不上是超凡脱俗。依我看来，也就值10金吧。王妃所言极是，这牡丹刺绣的确只能算是精品，算不上神品。不过，请王妃仔细再看，这牡丹不仅继承了魏国皇家刺绣的风范，同时又融入了民间刺绣的手法，特别是一些新的技法的运用，更是开创一代风气。就这点来说，这幅牡丹刺绣应该不止10金。何况魏国与柔然交战，边贸已断，这牡丹刺绣是辗转吐谷浑才来到此地。这番周折，这牡丹刺绣也值100金了。这位吐谷浑商人看来是位行家，我一定要和他好好交流交流。你们先下去吧。今天就到这儿了，大家先下去吧。是。
你告诉我，这些花蕊用了些什么新的针法？我看看，应该是鱼骨绣，不过这针脚又叫普通鱼骨绣疏松，应该是最新的绣法，所谓开口鱼骨绣吧。木兰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诛杀国贼拓跋绍。你也听说他了？我不仅听说，我还见过他，甚至我还知道他所有的计划。他想要在柔然登基当皇帝，分裂魏国，好让柔然趁乱起兵。木兰，你来的正是时候，我正愁该怎么办呢？他不会成功的，我来就是要阻止他所有的计划。不过这事也不是那么简单，福临，我需要你的帮忙。木兰，我虽然远嫁柔然，但是我生是魏国人，死是魏国鬼，诛杀国贼我义不容辞。更何况我与那拓跋绍不仅有国仇，更有家恨。木兰，我一定会配合你的。好，你知道拓跋绍现在的住处吗？知道。王妃娘娘的见地真是不同凡俗啊，请王妃娘娘再指点几招。柱子和铁匠也来了，他们现在都在可汗王庭呢。我也已经好久没有见到他们了。我还想问一个人。你是想问末将？晚上了，怎么还是那么难看呀？王妃，你帮我看看这花蕊该怎么绣啊？挺好的。真的？我累了，今天就到这里吧。嘿，什么态度？王妃！花狐，见到福临了吗？见到了。他怎么说？他为我们绣了地图，就在这里面。按照福临绣出的地图，我认为拓跋绍应该就住在这里。从这顶帐篷的规模来看，很符合拓跋绍王子的身份。你们注意哨兵，这里的警戒特别严密。当然了，他心里有鬼，怕魏国人来诛杀他，所以才派了这么多哨兵。拓跋绍的帐篷搭在这里是有讲究的，这帐篷周边500步都是空地，没有任何遮挡，而帐篷的4角都安排了哨兵。任何妄图接近拓跋绍的人，都会在第一时间被发现。那么刺客可以选择晚上来攻击，但是我们不知道他们的规律。花虎，如果这个刺客能夜视呢？那另当别论了。走吧，回去。拓跋绍所住的帐篷在这儿，大门口在这儿。帐篷周围是空地，帐篷附近的这些区域是可汗王庭外老百姓住的地方。这里，还有这里，是帐篷密布的地方，方便我们藏身。今天晚上，我们大家分成2组人，分别在这里和这里的凹陷处进行藏身。柱子，到时候你跟我在这里摸清哨兵的规律。我们俩摸清哨兵的规律之后，会跟大家会合。书生，你带李三木和麦小白，从这儿出发，对拓跋绍的帐篷进行偷袭，其他所有人跟着我，从这里发起攻击。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好，准备一下，天黑咱们就出发。是。怎么样？一会儿计划有变。拓跋绍帐篷周边布防非常严密，而且哨兵不停地在巡逻。
一会儿我发出口令之后，书生，你带一队人先出发，到离拓跋绍帐篷不远的地方，发出声响，引起哨兵的注意，然后其他人全部都跟着我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有什么情况马上通知我。我们现在立刻出发吗？再等等吧。好，走。花虎，傅玲现在怎么样？还和以前一个样。她大小姐脾气，爱使小性子。现在呢？你想见到她？等杀了拓跋绍，我带你去见他。好。花虎，等杀了拓跋绍后，我能不能回家看看？想家了？当然了。行，这次任务结束，我一定特批你回家。真的？太好了。花虎，在可汗王庭，咱们还有一个认识的人。末将。是啊，这几天我打探了一下，柔然人都说他倒霉了。我听说了。我打听到了他的帐篷在哪儿，你想要见他吗？我不能再见他了。为什么？我给他惹的麻烦够多的了，这次我不能再连累他了。多伦，你深夜见我，到底有何要事啊？白日王庭中耳目太多，深夜前来比较方便。有什么事，你就说吧。傅汗，之前我向您禀报过，这王庭上下有一大半大臣都被丞相所控制，我们必须慢慢削弱丞相的势力，特别是掌管金库的土团童，还有掌管兵权的司隶发，这两个人的位置特别重要。我认为，必须换成傅汗能够信任的大臣，才算妥当。那你有没有什么方法，能够不动声色地将这两人换掉？儿臣想过了，我们可以假借有高遮叛乱的原因，将其二人外派，并且以温言鼓励，让他们觉得有利可图，也让其余大臣觉得傅汗要提拔他们，这样才不会打草惊蛇。我知道，我会见机行事的。是，傅汗，儿臣告退。多伦，傅汗，还有什么事？多伦，你还有没有别的事情忘了向我禀报啊？没有了。傅汗，怎么了？对了，多伦，有件事你大概还不知道吧？魏国的拓跋绍王子前来投奔我们，我打算为他另立皇庭，打击魏国。登基的事宜，丞相正在一手操办。傅汗，拓跋绍不是已经自杀了吗？儿臣在五凤谷亲眼看到他的尸体。死的是他的随从罗昭，不是拓跋绍，小三子才是拓跋绍。你怎么还不走？我等等看。去，赶快去帮我倒杯水。这个人为了隐瞒身份，居然甘当下人这么多年。是啊，这份忍耐和心机是常人所不能的。我还听说他在盛乐打算刺杀拓跋焘，差点得手，身份暴露之后才来到了柔然。傅汗，那你为什么要扶持这个人登基呢？他本来就是魏国的太子，10多年前得罪了他老爹，才被废掉。现下恢复他原来的身份，也说得过去。再说了，我还打算连同周边的吐谷浑、高句丽、西域各部、契丹各部一同承认，他才是名正言顺的魏国皇帝。傅汗，我认为这样做不妥。拓跋焘与拓跋绍之争，本是魏国的内务，我们柔然插手干预，名不正也言不顺。是啊，这虽说是魏国的内部事务，但这事儿对我们柔然却十分有利啊！你想想，
拓跋焘这皇帝当的本来是好好的，突然冒出一个哥哥来说是魏国的皇帝，这对拓跋焘来说是多么大的打击呀！而对于魏国内部本来就对拓跋焘怀有二心的人来说，是多好的机会啊！只要拓跋绍登基，他们一定会大乱；只要他们乱，我们就有机会；只要他乱，他周边的敌人一定会趁火打劫。到那个时候，拓跋焘自顾不暇，我们柔然大军当可长驱直入。傅寒，如果拓跋绍在柔然登基，只怕会有一个结果：拓跋焘必然起兵进军柔然，而柔然周边的部族一样会趁火打劫。到那个时候，自顾不暇的并不是魏国，而是我们柔然。多伦，怎么一说到魏国，你总是这些言辞啊？傅寒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儿臣曾与拓跋绍多次接触，此人行事十分阴冷狠辣，为求目的不择手段。今日若将他收容，来日必被反噬，请傅寒三思。我给大家提出最后一个要求，万一行动失败，由我负责掩护大家。大家不要管我的生死，立刻撤离。如果我出事了，大家一定要前赴后继，继续行动，直到置拓跋绍于死地。不行，为什么你来掩护？我来。只有我能夜视，所以只有我能掩护大家。但是没有但是。柱子，你答应我，一旦行动失败，你负责带大家走。好。铁匠，上！好。哎，什么声音？走。糟了，中计了，撤！给我拿下！带大家撤，我掩护。那你呢？快！抓住他，别让他跑了！快走，快走！加油！走，走！别动！你的同伙呢？撤离了。给我压下去！是。拓跋绍，刚才抓了一个刺客，你看看认不认识？花狐。原来您躲在这儿。花狐。他还有另外一个名字，叫花木兰。原来你就是花木兰。在五峰谷破坏我们大计的是他，破坏我刺杀拓跋焘的也是这个女子。原来花木兰就是你。我一直想知道，那个让多伦神魂颠倒、迷失本性的秀女，在千军万马中射杀无题的猛将究竟长什么样？今日一见，果然是名不虚传。其实我十分普通，而在魏国，像我这样的女子千千万万，所以你所有的阴谋，最终都会被击败。不仅在魏国，恐怕全天下也找不出第二个。但是今天你落到我手里，我太高兴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来杀我的竟然是你？为什么不能是我？可惜呀！我今日失手被抓，要杀要剐都不可惜，因为我是魏国捐躯，而你为了一己私利卖国求荣，
这才是真的可惜。花木兰，你死到临头还敢嘴硬？我不仅嘴硬，而且骨头硬。我现在就杀了你！哎，你现在不能杀他，因为有一个人比你更加适合杀他。傅寒，你为拓跋绍另立朝廷，到底是不是金蚕子提议的？怎么了？是啊。那么更要小心了。金蚕子本来就有篡权的嫌疑，现在我们又引狼入室，到时候内忧外患，只怕更加难以收拾。此事我已经反复斟酌，你不必多言了。傅寒，我觉得大汗，丞相求见。参见大汗，参见多伦殿下。大汗，我们已经抓到花木兰了。啊？不可能！你以为我会用这种事情糊弄大汗吗？丞相，你是怎么抓住他的？他来刺杀拓跋绍的时候，被臣当场抓住。哈哈哈哈哈！丞相，这真是天大的好消息呀！一定是无题在天之灵，将他送上门来。对，大汗，既然已经抓到花木兰了，现在该怎么处置呢？哼，还能怎么处置？亲手杀了他，为无题报仇。再过2日就是无题的忌日，就在那天杀他，祭奠无题的在天之灵。是。大汗，臣有个建议。你说。无题殿下的遗体运回柔然的当天，多伦殿下曾经发誓要为无题殿下报仇。臣以为不如把这个机会留给他。好，这行刑的任务，多伦就由你来执行。不，为什么？这不可能。多伦殿下，你是说我不可能抓住花木兰，还是你不可能杀了她？多伦，在无题的尸体前，你亲口答应过我，人不可言而无信，更何况你是……傅寒，儿臣现在心绪烦乱，请傅寒让儿臣好好想想。多伦殿下，你与那花木兰的纠葛，柔然上下都对你有意见，现在正是你证明自己的机会啊！多伦，你不杀花木兰，别想继承汗位。哼！大汗，多伦殿下是个多情之人，我看他是忘不了花木兰。哼！只要斩了那花木兰，他不想忘都难。但愿他能够明白大汗的苦心，就只怕他本性难移啊。这一次，我一定要让他自己亲手斩断和那个花木兰的一切勾连。